上好台湾囡仔的豆腐。大家好，我是妮妮，我是英翁，同齐来听送予台湾囡仔的故事《食味》。咱即几集拢是咧讲宣教师的故事，只有廖王先生是台湾人，其他拢是外国人呢。对啊，你想要听台湾人的故事是吧？是啊，除了廖王先生，应该阁有其他台湾人的故事吧？你哪会知影我今仔日要讲的主角就是台湾人？我要开始讲咯。食味，食味，食饭的食吗？毋是啦，是谢谢的谢。这个字若放伫生的时阵，就要念食。哦，所以食味就是谢话，谢话就是食味。咱继续讲落去 ，Shall we？ 食味甲咱台北医生同款，是医疗宣教师。毋过，伊若是医生，佫是一位牧师哦。伊的故乡是伫即摆的南投市，毋过伊出世的时阵，迄个所在叫做南投厅。你知影原因无？歹势，我毋知影。因为迄个时阵是日本统治的时期，所以叫做南投厅。伊的老爸食彬伫遐开设一间大同病院，也是一位医生哦。食伟伫9岁的时阵，因为意外受伤，破病真严重，连伊的老爸拢无法度甲伊医好。因想讲，无着死马当做活马医好啊，就去请南投教会牧师来替食伟祈祷。伫祈祷的时阵，食伟伫心中甲上帝立约，若是好起来，就要甲家己奉献予上帝。这就是食伟做牧师的原因吗？这可能也是其中一部分吧。食伟对台中一中毕业了后，想要进入伊的目标台北帝国大学读册，可惜的是2届考试的成绩拢无好，无法度进入这间大学读册。伊一定就失望吧？是啊，毋知影伊迄时的想法是啥物。毋过伊的老母坚持爱伊去读台南新学院，所以食伟就进入台南新学院读册。目的确是上帝希望伊先读新学院哦，因为伊细汉时阵有安尼祈祷啊。这我也无答案呢，我毋是上帝啊。毋过食伟无放弃伊的梦想，伊想要甲伊老爸同款做医生哦。对啊，所以伊咧读新学院的时阵，也咧准备医学院的考试。新学院毕业了后，就顺利考到东京的医学专门学校，就是即摆的东京医科大学。你嘛想到读册啊吧？竟然会当一边读升学，一边读医学，两个拢会当完成，亲像咧双主修咧。甲婴仔共款，会当哪睡呢哪困啊。唉，你也是讲个较实在啦。食伟伫日本读册的时阵，拄到一位水姑娘啊，杨庆英女士。哦，因谈恋爱哦。而且因阁进入到噔噔噔噔噔噔。你嘛足爱长啊！顶一集你阁嫌我伤爱长，我看你是久笑比无尾。比笑久头短短。好啦，转来讲咱的主题，我是讲到倒啊？你著讲到食伟先生拄到杨琼英女士，因两个人就噔噔噔噔。对啦，杨庆英毋若是食伟一世人的牵手，也是伊伫医疗工课顶面的好助手，因为伊当时伫日本也是学医学的哦。因两个人伫第2次世界大战了后，转来台湾的故乡南投，伫台东病院做医生。台东病院毋就是伊的老爸开的病院吗？对啊，伫遐食伟负责外科，伊的牵手负责内科。一个外科，一个内科，这就是互补啦。食伟无因为达成伊的梦想了后，就袂记得伊甲上帝立的约，所以伊拢有去细汉的时阵的教会讲道。而且伊是甘愿安尼做的哦，无领薪水哦。2冬了后，就伫南投教会受访做牧师啊。无领薪水就无趁钱呢，伊敢会遮戆？你毋知影啦，食伟有讲过一句足有名的话，叫做“甘愿做戆人”。即摆伫食伟纪念营地内面有一块石碑，顶面的字就是写即句哦。食伟医生因为卢牧师的介绍，认捌对美国来的宣教师孙理莲，这对食伟医生的医疗宣教有非常大影响哦。孙理莲邀请食伟加入山地巡回医疗团，甲其他医护人员去山地部落替原住民看病，无收钱的哦。我知影，这就是义务看诊，义诊啊。
是字，喙齿毋通合起来念一届。义诊。对啦。虽然当时的交通无便利，因也是想办法克服，将医疗物资载到深山替人看病，也传福音。台湾中南部的部落，因大部分拢有去过哦。大约有几个部落啊？应该就是遐尼济吧。孙立人毋但是邀请谢伟加入山地巡回医疗团，佮鼓励伊去美国深造，还是佮较济外科技术。伊去美国进前，南投教会佮赤水教会拢替伊办欢送会，因为大家拢足喜意谢伟。伊人缘真好呢。话讲倒转来，孙立人是谁啊？伊就是后一集的主角，即马袂当讲，爱甲你醒一下。伫50年代，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，台湾的卫生条件足歹，足侪人得着肺痨。迄落啥物？肺痨。迄落啥物啊？肺痨啦，毋是迄落啊。等你台语念标准吼，我拢等甲搬家好啊。等甲搬家好，等到天荒地老。哦，安尼生活才有趣味啦。毋过你也袂讲迄个肺痨是啥物呢？肺痨就是肺结核。当时伫美国读册，谢伟知影即个情形了后，死过去募款，伊着诈借的资金转去埔里的李鱼潭，设立台湾第一间山地肺病疗养院，也就是即摆的谢伟纪念营地。阁有一件会当讲是台湾医疗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代志，就是成立一间属于台湾人家己的病院。因为伊看到外国的医疗宣教师对台湾贡献甲付出，深深受到感动，所以感觉家己做还无够，阁会当做阁较济。毕竟迄时台湾中部的医疗实在足欠缺。伫1964年，头一间由台湾人建立的现代化基督教病院成立了，就是义林基督教病院。毋过，谢伟医生无因为创办义林基督教病院，就停止伊义诊的服务。伊也是坚持爱去有需要的所在替人看病，互人真感动。因真正是正港的台湾好医生啊！这位台湾好医生谢伟去到足侪所在替人看病，有南投、埔里、义林，阁有台南。南投、埔里、义林拢有讲过，台南的部分你无讲到呢。台南的部分，咱以后也会讲到，先讲重点就好。台南主要是乌骹病的部分。迄时，谢伟医生是免费到台南替人看病哦。哇，伊真正是甘愿做误人的好医生呢。是啊，毋过谢伟医生为着病人四界走撞，伤无闲、伤忝，直到有一届因为伤疲劳、无细致，发生意外来过身。迄时，谢伟医生才55岁。大家一定足毋甘吼。除了甘愿做戆人，谢伟医生阁有一句名言。我若是慢1分钟到病院，病人就加痛苦1分钟；若是我会当较早到，甚至会当加救一条性命。谢伟医生的个别礼拜有3000几个人来送伊，因为伊的离开真正是互大家足毋甘。虽然毋甘，毋过伊真正是台湾好医生，倒位有需要，伊就去倒位，甲超级英雄同款。后一集咱要来讲宣教师孙立人的故事。就是拄则有讲到的迄位宣教师哦。记得订阅甲开启小铃铛，才会当听到趣味的台湾历史故事哦。年平安，祝你平安。听是美妙唱。